欢迎。他们是有在上班吗？对对对。就是其实政府也是跟我们很多没有一些是政府跟得到这两项。我们很重视使用者隐私，所以一旦可能出现什么紧急状况啊，我们就快点来，就是按下这个按钮，所以一般就很乱按。啊，没事啊。网络公司的战争就是人才的战争，未来不管各行各业都是。能为我们做，其实就是把台湾这个品牌做好。那其实这对我们在招揽人才啊、吸引大家进来，其实是最直接的。大举大。他刚刚还熟耶。最近很红的。再给大家看一下这样子。那我们也请 Kit 帮我们进去。可以看到有钢印，看得到吗？对，好认证了。这个是我做政治人物之前的专场啊，现在的专场是做总统。修正一下，专场做总统。记住我的专场是做总统。办公环境不错耶，我觉得新创很有潜力，有一天新创会把东区占领。那你们就不要走了，继续留在这里。如果有存钱的话，买一下办公室是蛮好的。青春是很可贵，青春的创造力跟创新的能力是无限的，所以这是你们的黄金时刻，要好好利用。谢谢。